并且小 S 按投资10几档前正穿的胖店胖达林，因为广告无老实，有1000外的消费者委托小机会提起团体诉讼，官司拍10档，最后是判决讲胖达林爱赔481万。另外 ，Costco 冷冻鱼有下关白毒，小机会嘛批评讲 Costco 敢若赔一杯无合理嘛无排除讲要来帮消费者拍官司。 经过10年的诉讼，胖达林团体诉讼案判决确定，胖达林伫2010年成立，拍出使用天然酵母、无使用人工的香料等等的广告，结果2013封标出使用人工的香料。业者一开始是否认，毋过随后台北市卫生局掠包，消基会尾仔接受2060个消费者的委托，提出团体诉讼，用10年的时间拍官司，顺利替864个消费者争取到包括利息、计共481万元的赔偿。 那有1060位的消费者，其实都确实是长期他们胖达人的一些顾客。后来再根据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部分，消费者保护法51条的规定，再加1倍的惩罚性违约金。 1倍的惩罚性违约金，所以依这样子的大概的一个架构去赔偿。消基会指出，有74个消费者摕到超过1万块的赔偿，上悬的赔偿金额是48000外，也有196个人因为无发票，或者是干那提出贵宾卡，经判决驳回请求，也有将一阵仔 Costco 的冷冻鱼验出下关病毒的事件，消基会是认为，即马 Costco 的赔偿干那是原价小一杯，批评业者无诚意。我们现在是希望企业能够展现它自己该有的一个风范，而不是消费者透过诉讼去要才要得到。所以我们也是在等好事多比较善意的回应，再决定是否要提起团讼。 消基会认为，一包冷冻鱼4、500块，干那赔1000块左右，甲胖达令消费者开4、500块买胖，尾仔摕到买2500的赔偿来比，差真济。冷冻鱼验出下关病毒，这款对健康造成影响的物件，干那赔一杯，对消费者来讲是真无合理。呼吁大企业就要负起社会责任。记者柯嘉轩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